政府總部東翼對開廣場關閉至到8月底，加設圍欄，加強保安。1號戒備信號生效，天文台話考慮喺下晝改發3號強風信號。中國計劃同秘魯、巴西興建連接大西洋同太平洋嘅兩洋鐵路。各位詳細新聞內容。政府總部東翼對開廣場關閉至到8月底，加設圍欄，各個出入口亦都加強保安。當局解釋係要加強政府總部抵禦保安威脅嘅能力。政府總部東翼廣場外圍兩邊，包括添美道行人路對開，以及同立法會大樓之間嘅通道旁邊，已經封上圍板。圍欄組件已經運到。政府新聞處朝早7點發出新聞稿，話東翼廣場即日起去到下個月底關閉，加裝圍欄。完成之後，廣場日後每日晚上11點去到第二日清晨6點關閉，一般人士唔可以入去。星期日或者假期嘅指定時間喺廣場入面集會，要經過行政處批准。此外，連接正總東翼2樓平台高架行人道嘅扶手電梯入口同埋圍欄嘅其他入口都會加強保安。政府總部東翼廣場過去有多次大型公眾集會，政府發言人解釋，當局檢討政府總部現行保安安排之後，認為有需要加強大樓抵禦潛在保安威脅嘅整體能力。又話近期喺立法會大樓發生嘅公共秩序事件，亦都顯示有需要採取適當保安措施。政黨就有唔同意見。設計嘅時候呢，叫做門常開，咁就當時就唔係梁振英做特首嘅，咁而家梁振英呢，就與民為敵，就剛愎自用啦。咁我諗香港人應該睇得明啦。今次呢，我哋要移走呢棟高牆，特別係見到有人衝擊立法會嘅時候呢，咁可能政府總部度都要採取啲措施啦嚇，而且未來亦都聽到話，亦都有啲所謂佔中嘅行為出現咁呢個我諗佢防範於未然咁啦。行政署又話喺廣場暫時封閉期間，市民仍然可以利用行人路上面嘅指定公眾活動區進行集會同埋遞交請願信。無線電視記者林超儀報導。1號戒備信號仍然生效，颱風威馬遜集結喺香港以南大約630公里，預料會增強同埋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係22公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至到海南島一帶。天文台話過去幾個鐘頭，威馬遜逐漸靠近華南沿岸，本港嘅風力繼續增強。天文台考慮喺下晝改發3號強風信號。威馬遜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之後，雲量增多，間中有陽光。有市民出街仍然都要諗辦法去防曬，但係遲啲呢啲用嚟擋太陽嘅遮，可能就要用嚟遮風擋雨啦。天文台話，隨住風暴逐漸移近，本港風勢會增強，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面有湧浪，天氣亦都變得唔穩定。按照現時嘅預測路徑呢，威馬遜會逐漸接近華南沿岸嘅，本地嘅風力方面呢，亦都會進一步增強啦，同埋有狂風驟雨嘅，而海面亦都會有湧浪。天文台咧考慮喺下午咧改發3號強風信號嘅。而天氣方面呢，我哋預計下午同今晚呢，我哋會逐漸受到威馬遜嘅外圍環流同埋雨帶影響啦。咁主要係大致多雲啦，有驟雨，同埋咧係有狂風雷暴嘅。天文台預料威馬遜登陸之後，相關嘅環流會持續為本港帶嚟驟雨。無線電視記者鄭順文報導。當局估計全港1000人當中，大約有5個人患丙型肝炎。有學者話呢一個病有機會演變為肝癌，已經有新藥醫，但係費用昂貴。中大肝臟護理中心副主任黃偉新話，丙型肝炎患者主要係透過輸血、體液接觸同埋共用針筒感染。感染嘅初期並冇明顯嘅病徵，不過當出現黃疸病同埋肚痛等嘅症狀，可能已經患咗肝衰竭或者係肝癌。佢話目前並冇丙型肝炎嘅預防疫苗，但已經有新藥為患者治療，將痊癒率提升到90%。
但係新藥嘅費用昂貴，仲未納入醫管局嘅藥物名冊，擔心患者冇辦法負擔。正喺巴西訪問嘅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秘魯總統烏馬拉會面，建議同巴西、秘魯成立工作組，規劃連接太平洋同大西洋嘅兩洋鐵路。國家主席習近平轉到巴西首都巴西利亞，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與南美洲國家聯盟領導人對話會，趁機同秘魯總統烏馬拉舉行會談。習近平強調，中方重視同拉美國家開展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互利合作，建議同秘魯同埋巴西成立工作組，開展連接大西洋同太平洋嘅兩洋鐵路工程，開展包括規劃設計、建設、營運在內嘅整體合作。烏馬拉就話，期望建設好兩洋鐵路，造福三國人民。烏馬拉又話，發展對華關係係秘魯外交嘅優先方向，願意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強能源、礦業、基礎建設等領域嘅合作，擴大雙邊貿易同投資。計劃中嘅兩洋鐵路將會由秘魯嘅太平洋海岸連接巴西嘅大西洋海岸。有分析認為，兩洋鐵路可以打破受到美國影響嘅巴拿馬運河對南美地區物流嘅壟斷地位。但亦都有經濟上嘅分析認為，鐵路運輸成本同效率較難與運河相比。習近平又出席金磚國家與南美國家領導人對話會，商討加強合作。佢話要加強兩大市場對接，積極參與南美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項目融資等。新興市場國家。另外，習近平又喺巴西國會發表演說，佢話巴西係第一個同中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嘅拉美國家。兩國除咗要深化戰略互信，喺涉及國家主權等核心利益問題上互相支持，亦都要擴大貿易規模同商務投資，加強喺國際上嘅合作。無線電視記者馬雪瑩報導。共同社報導，日本政府喺防衛白皮書當中強烈指責中國喺東海劃設防空識別區，係單方面改變現狀，令局勢升級，可能惹起衝突。日本防衛省每年定期公布防衛白皮書，繼去年指中國嘅海洋發展戰略對日本造成威脅，2014年版中再有唔少篇幅針對中國。共同社報導，防衛省今年嘅白皮書強烈指責中國喺去年11月喺東海上空劃設防空識別區，指有關行為係單方面改變現狀，導致局勢升級，會引發衝突。批評中國將自身嘅規則強加於喺防空識別區飛行嘅飛機，認為係無理侵害飛機可以喺公海上空自由飛行嘅原則。白皮書提到，今年5、6月，中國軍機同日本自衛隊嘅飛機異常接近嘅事件，憂慮可能引起軍事衝突。又借烏克蘭南部克里米亞並入俄羅斯一事，指出強行改變現狀嘅行為係同時影響亞洲等地嘅全球性問題。白皮書亦都寫到安倍內閣決定修改憲法嘅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嘅內容。預計白皮書將會喺8月上旬喺內閣會議通過。中國過往曾經多次指出，中方劃設防空識別區符合國際法同國際慣例，目的係捍衛國家主權同領土領空安全，唔影響有關空域嘅飛行自由。外界預料，白皮書將會再次引起中方不滿，令兩國關係再度緊張。無線電視記者封業明報道。南韓一架消防直升機墜毀，最少5個人死亡。出事嘅直升機墜落喺光州市中心嘅街道，損毀嚴重。事發喺當地朝早近11點，出事嘅直升機係江原道嘅消防直升機，參與世越號沉船事故嘅搜救工作之後，喺回程時失事並且着火，造成多人死傷。報道話機上5個消防員死亡，另外一個喺街上嘅女學生受輕傷。事故嘅原因仍然調查緊。中國載人潛水器蛟龍號完成今年首次下潛試驗。蛟龍號喺星期3朝早喺西北太平洋采薇海山區域下水，進行超過9個鐘頭嘅試驗，最深潛到2424米嘅水底。期間測試咗搭載嘅微型纜控機械人龍珠。蛟龍號今日會再進行下潛試驗，主要觀察巨型海底生物、採集沉積物同埋海水樣本。
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哈馬斯組織同意今日停火5個鐘頭，美國就表示會盡力促成以巴達成停火協議。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採納聯合國提出嘅暫時停火協議，但係停火前以巴衝突持續。以色列加強對加沙嘅攻勢。巴勒斯坦官員表示，落喺加沙海灘嘅以色列炮彈炸死咗4個小朋友。以軍繼續空襲加沙，有房屋倒冧，有巴勒斯坦人向以軍駐點發射煙花，以軍施放催淚氣體還擊。喺西岸，以軍亦都同示威者衝突。以色列同埋哈馬斯應聯合國嘅要求，喺本港時間今日下晝停火5個鐘頭，俾加沙嘅平民有機會補充食物同埋救援物資。不過以色列話，若果哈馬斯繼續發射火箭炮，以軍會果斷還擊。巴勒斯坦表示，以色列連日嘅空襲造成超過200人死，近1600人傷。美國總統奧巴馬支持埃及提出嘅以巴停火協議。As I've said repeatedly, Israel has a right to defend itself from rocket attacks that terrorize the Israeli people. 佢表示，美國亦都會動用所有外交資源協助以巴實現停火協議。無線電視記者魏子琳報導。美國眾議院就共和黨計劃起訴總統奧巴馬濫用行政權力舉行首場嘅聽證會，預計今個月之內會就係咪授權議長起訴提交眾議院全院表決。共和黨嘅眾議院議長博納上個月表示，總統奧巴馬濫用行政權力，計劃提出訴訟。眾議院法規委員會星期3舉行聽證會，屬於共和黨嘅委員會主席喺開場白表明立場。The president, in my opinion, has gone too far. Rather than faithfully execute the laws as the Constitution requires, the president has instead selectively enforced the law in some instances, ignoring the law in other instances. 同奧巴馬同屬民主黨嘅議員就反駁，一切只係共和黨嘅政治手段，最終目的係彈劾奧巴馬。This is a partisan political stunt, timed to peak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 November, right as the midterm elections are happening. The House majority is suing the president simply for doing his job. 出席聽證會嘅學者唔認同民主黨嘅觀點，認為目前嘅政治體制各方權力已經失衡，總統佔有主導地位。法規委員會下個星期表決係咪賦予眾議院議長起訴奧巴馬嘅權力。眾議院今個月內全院表決。無線電視記者彭子文報道。美國有科學家研究利用基因培育生物起搏器治療心律不正。如果證實喺人體有效，未來可能只要注射基因就可以調節到心律問題。健康嘅心臟能夠靠體內自然產生嘅細胞維持正常有規律嘅心跳。一旦出現心律不正常，唔少人都要喺體內置入電子心臟起搏器，靠儀器調節。不過對於呢啲病人嚟講，可能有好消息。美國有科學家經過10年以上研究，將一種叫 TBX18 嘅基因注射到6隻豬嘅心臟，令部分心臟肌肉細胞轉變成可以調節心率嘅細胞。So rather than replacing that with an electronic device, we are converting your own regular myocytes into pacemaker cells to give you a stable rate and rhythm. 研究人員話，原本心率異常嘅豬經治療之後，心跳回復正常，效果持續2星期。由於豬嘅心臟喺好多方面同人嘅心臟類似，科學家認為呢種技術可能同樣適用喺人嘅身上，會繼續測試，包括研究療法嘅長期效能，期望喺3年之內展開人體臨床試驗。無線電視記者封艷明報導。美股再創新高，不過港股喺早段就反覆偏軟。金沙第二季嘅純利增長2.7%，但係證券行高盛認為業績差過預期，並且下調目標價。金沙係跌1%，拖累其他嘅賭業股亦都受壓。港鐵公佈高鐵工程延誤嘅首份報告之後，今日復牌，股價係靠穩。
恒生指數最新係報23,432點，跌緊91點，成交有287億幾。最活躍港股，中國移動跌6毫半，騰訊控股跌個2，金沙中國跌8毫半，昆侖能源升8毫8，建設銀行跌4仙。盈富基金跌1毫，中國石油係跌8仙，中國銀行跌3仙，工商銀行跌4仙，中國海洋石油冇升跌。恒生指數期貨即月份跌97點，成交27,000幾張。日經平均指數跌20點。睇睇美元匯價，日元101.48，英鎊1.7138，澳元0.9364，歐元1.3523。轉睇下港元匯價，美元7.7508，每百日元4，英鎊13.2841，瑞士法郎8.6254，加元7.2201，澳元7.2586，新西蘭元6.73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0.032。倫敦黃金買賣價每安士係報1305.02， 1305.27美元。本港99金係報12,052蚊一兩。最後睇下天氣啦，大致係多雲，有驟雨同狂風雷暴，吹清勁嘅偏東風，離岸同高地間中係吹強風，稍後風勢增強，海面有湧浪。1點鐘氣溫係31度，相對濕度74%，1號熱帶氣旋警告係生效，咁而雷暴警告係生效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紫外線指數係8，強度屬於甚高。各位新聞報道完啦，再見。太子珠寶鐘錶特約，瞬間看地球汽油。太子珠寶鐘，你稍後請收睇港台製作嘅《左右紅藍綠》，之後係都市閒情。